主后2023年4月1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主有甚物吩咐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约书亚第5章13节到第6章21节。约书亚接近耶利哥的时，忽然看到有一个人举一支拔起来的刀，徛伫伊的面前。约书亚行进前，问伊讲：“你是为阮即边的，还是为阮的对敌迄边？”伊应讲：“拢毋是，我是上主军队的统帅，等我来啦。”约书亚就趴伫涂骹拜伊讲：“我的主对你的仆人有甚物吩咐？”上主军队的统帅对约书亚讲：“将你骹年的鞋脱起来，因为你徛的所在是圣的。”约书亚就照安尼做。耶利哥的城门，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，关条条，无人出入。上主对约书亚讲：“你看，我已经将耶利哥甲伊的王、伊强猛的勇士，拢交伫你的手。恁所有战士，着洗即个城，一日一遍，洗6日。7个祭司着举7支羊角的扫角，行伫约柜的头前。到第7日，恁着洗城7遍，祭司嘛着分扫角。恁一个听到扫角拖长的声，所有人着大声喊，城墙就会倒甲平平平。逐个人拢着继续进前，冲入城。论的囝约书亚调集祭司，对因讲：“恁着将约柜，7个祭司举7支羊角的扫角，行伫上主约柜的头前。”伊阁甲人民讲：“恁着进前去洗城，带军器的，着行伫上主约柜的头前。”约书亚对人民讲说：“7个祭司举7支羊角的扫角，行伫上主的面前分扫角。上主的约柜缀伫因的后面。带军器的先锋队行伫分扫角的祭司头前，后队缀约柜行。祭司哪行哪分扫角。”约书亚命令人民讲：“恁毋通喊，毋通互人听到恁的声，连一句都毋通喊出喙。听候我吩咐恁喊的时，恁才通喊。”安尼，约书亚互上主的约柜洗城洗一日，然后因倒来野地休眠。约书亚透早起来，祭司搁将上主的约柜，举羊角的扫角的7个祭司，行伫上主约柜的头前分扫角。带军器的先锋队行伫祭司的头前，后队缀伫上主约柜的后面。祭司哪行哪分扫角。第2日，因嘛洗城洗一日，然后倒来野地6日，拢安尼做。第7日天曝光的时，因就起来，照共款的方式洗城，毋过即日洗城洗7日。到第7遍，祭司分扫角的时，约书亚对人民讲：“着大声喊，因为上主已经将即个城交互恁啦。这城甲内面所有的，拢着完全毁灭，献互上主。只有枪击拉合以及所有踮伫伊厝内的人，着留因的性命，因为伊有创咱歹去的侦探。恁着谨慎，毋通摕应该毁灭的物，
才免恁受咒诅。你若摕应该毁灭的物，以色列全营就会成做应该毁灭的，惹起灾祸。毋过金、银、以及铜、甲铁的器具，拢着分别做成，归互上主，收入上主的府库。人民就大声喊，这是分扫角。人民听到扫角的声，就搁较大声喊，声墙就倒甲平平。人民就冲入去夺取迄个城。人民将城内所有的，无论男妇老幼、牛羊甲驴，全部用刀甲因消灭。主有甚物吩咐？想想你身踮旧约时代，老人雄雄徛踮伫你的面前，手呢摕着一支已经拔出来的剑，你会安怎反应呢？一般人的反应，咸菜是念伊拔出家己的剑，准备应战。毋过，约书亚却做一个甲一般人无共的举动。伊勇敢进前问迄个人讲：“你是为阮即边的，还是为阮的对敌迄边？”伊应讲：“拢毋是，我是上主军队的统帅，等我来啦。”约书亚就趴伫涂骹拜伊，讲：“我的主对你的仆人有甚物吩咐？”即种展开战役的一刻，上帝搁再照着使者约书亚来显现。约书亚随时压落跪地拍拜讲：“我的主对你的奴仆有甚物吩咐？”这时，约书亚一定想起伊和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前后，上帝捌亲自对伊显现，只是伊应该着做的代志。上帝帮赞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以后，约书亚听到上帝吩咐，为新生代重新行割礼，搁再伫上帝的面前立约。上帝的使者对约书亚讲：“将你骹年的鞋脱起来，因为你徛的所在是圣的。”伊也马上照使者的吩咐做，这互咱想起摩西受呼召的时也是安尼。圣经作者要传达的是，约书亚即将继承摩西，成做以色列的新领袖。这段经文讲到一个核心，就是对自我身份的认知。真侪时阵，咱总以为家己伫征战，会亲像约书亚共款问：“你是为阮即边的，还是为阮的对敌迄边？”这反映咱是掠家己做出发点，袂记得征战的是上帝，咱只是上帝的子民而定。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的征战，毋是因家己的征战，是上帝的征战。以色列人的祖先早日互上帝的带领拯救，带领出埃及，总是到旷野以后，因真紧就袂记得上帝拯救甲带领，只掠家己做出发点，不断埋怨无物件通食、无水通啉等这个问题，最后搁背离上帝。今日的经文提醒咱，爱亲像约书亚全然顺服上帝，听候伊的差遣甲指示，落尾要赢得胜利。面对人生的征战，咱毋是求上帝徛踮咱即边，是咱着爱徛踮上帝迄边。当咱明白这点，就会亲像约书亚共款，完全降服伫上帝的面前。对经文通知，约书亚的降服是一个无人断的过程。试想，咱若伫耶利哥城外，却只是不断每一日洗城一lần，到第3日，
咱可能已经开始埋怨仔细，到底安尼做敢有啥物路用，有啥物意义？总是经过旷野历练的以色列人，即次无搁再抱怨，因遵照约书亚对上帝使者领袖的吩咐，一连6日，每日射城一令。到第7日，因射城7令，当祭司分享扫角，全体大声喊话，城墙就倒来，搁倒甲平。落尾，以色列人得到胜利，攻取耶利哥城。默想，当上帝呼召我原地得势任的时，我是毋是愿意降服咧？当上帝呼召我原地得势任的时，我是毋是愿意降服咧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求你指教我，明白你的心意，搁较深认捌你，互我亲像约书亚完全降服伫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